紧啊！开始啊！这位朋友，你等啥？等你啊！毋是，我知你等啥？我在等你来宾。你等，很新啊！不得我，无错。哦，听众朋友，咱计划莫讲伤济吼，我知影恁顶礼拜已经等甲紧，已经等足久啊。咱即礼拜就继续来收听，就是咱精彩大论。大咧呢，大咧，继续来期待咱精彩访问，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也个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搁一个来欢迎咱的出名人。大家好，我是大恁的小大伦。小大伦，小大伦呐，迄小大伦是阮阿嬷以前较早咧甲我叫的时阵吼，用一种真热的迄讲法来讲。哎哟，小大伦呐，你转来咯，来哦，来食茶哦。阿嬷会叫你来食茶哦，真够水呢。阮阿嬷就是甲我拢无半句正经呢。我嘛是呢，我等去阮兜，我拢会叫阮阿嬷的名，4字全部甲念出来，啊讲人起来哦，开门哦，安尼。去互迄厝边头尾听人讲有够无正经的。阮阿嬷吼是一个真趣味的人。譬如讲伊拢有手语。哦，手语，手语，譬如讲，伊细汉的时候看到我，伊就安尼，这个意思。喙闭起，喙合起来，无要甲你的指甲断。哦，我毋是啊。伊的意思是要甲你的迄条安尼扭起来。拄则是则讲咱的，这真的啦，这是真的啦。我只是要表达，阮阿嬷是一个活尔趣味的人。袂歹袂歹，甲我之间无迄种，伊毋是迄种。因为伊是日本时代的人，阮阿嬷是伊少年时阵是乌鸟子啊，哦，所以伊是非常 fashion 的，真趴，真趴，吼啊，讲话嘛是就是敢若歌厅秀，内面会出现的一寡你阿公敢是乌高兄？啊，这个阮阿公真早就往生啦，哦，对，阮爸差不多10岁的时阵就往生，哦，所以往生太久啊，啊，阮阿嬷是一个。趣味的人，毋过这个讲话有当阵嘛是粗声粗气，毋过伊有一个非常雅气的名，叫做月琴。月琴，月琴啊，是啊，想啊去，我淡淡的声音就走出来，月琴，错月琴。阿嬷你好，阿嬷你好，你等起来放我一点。阿嬷已经做仙啊啦。哦，无紧放出来的，伊伫天顶就听到啊。天界听得到。无你甲阿嬷遮里边甲咱看，喂，好白讲，好白讲，被干掉啊！甲你赢。阿嬷气者讲，给我的滚生笑。好啦，咱顶一集的部分介绍到咱的食老婆土豆。对，好。过来的，先去讲一点点嘛，食老婆土豆，有一部分，对，就是2集，爱有迄种延续的感觉。咱先延续了，互阮头家知影讲，阮有介绍阮个台的节目哦，对。无咱讲安尼啦，就讲食老婆土豆这个节目吼，确实是用单话吼来介绍，来用台语来介绍真正确的一寡这个用生的概念，包括健康的知识。对，过来咱这个趣味。吼，袂感觉吼真死板吼，像讲我甲厝庭2个人，嘿，拢无一个正经，不，2个人其实拢真趣味啦。对啊，厝庭其实嘛是一个私底下嘛是真趣味的人，真乐听吼。所以咱伫咧讲这话题的时阵呢，有时阵伊是制作人嘛，小看讲倒一寡是女性来访问会较适合的，倒一寡是男性来访问。恁敢知是安怎进前，就是你讲食无土豆这部时阵，无甲恁2个坑做伙，你敢知是安怎？因为坑做伙了，可能就我惊即间会变去，啊，到时阵我加大加甲起笑安尼，因为恁2个啦，恁2个拢已经是足够笑的。对，恁若拄做伙阵，听讲恁去某一个电台，迄当阵你访问的时阵，2个人笑甲迄收大的人咁样起笑伊安。是啊，就我啊，毋是就我啊，对，就是你。甲
家己音量控制袂好势。所以迄工的时阵，你整理大的时阵，刚好叫咩笑起。还好啦，嘿啦，我感觉 OK 啦，一切其实拢即个顺风顺水啦。但是我甲厝庭两个人的关系是安尼吼，有足侪代志，我感觉其实我甲问讲应该要安怎主持，吼，伊拢随便我。你发挥啊！嘿，你发挥就好。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是一寡即个大的方向，互你，吼，你就按照安尼去访问。伊遮拢较无烦恼，伊上烦恼是啥物呢？就是讲迄个运动，我会看迄袂。我知影我的体重有较重淡薄啦。我大天我跟你讲哦，因为今仔日下晡咱要跳有氧吼，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对，但种朋友啊，这个时阵就变做大人家己主持啊，因为已经甲咱的节目要访问的题目已经甲己讲出来咯。而且咱的主题曲嘛是非常的好听。对，今日你先甲题目念出来，伊才会当个继续讲。我赶紧，就是咱节目第三个部分，就是邀请教练来教大家一寡简单的运动。对。那呢，就是想要请问大练兄，你个人感觉这个运动敢会真困难？其实讲真实的，对有会时段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度。迄当阵对你有困难无？对我来讲，我原本想讲迄个简单的动作，应该是应付会着袂要紧吼。想袂到讲我做完了呢，嘛是皮皮喘。嘿，我才发觉讲，其实迄是真正会去运动着哟。即个专业的教练要互你的菜单内面，迄毋是讲啥咧胡白乱讲的。迄真正就是一定，譬如讲，伊甲你讲，伊伫咧倒位吼，你即马要差不多动偌久的时间吼，用手去甲换的，然后要半蹲啊，或者讲你要苦累啦吼，迄种姿势虽然讲袂讲真困难，毋过差不多短7-8秒，你就真有感觉。连续做一个3-4届、4-5届，迄不得了了，尤其厝庭吼，伊即个人佫要求爱即个一镜到底，就是一个镜头就要到底，无 NG 啊，嘿啦，一个镜头到底都无 NG 的，所以我连续做一直跳安尼，做4-5届，敢有丢筋？丢筋是无，丢筋敢若是厝庭家己有丢筋过一届，我是无丢筋，但厝庭有丢筋，你看。我就讲啊嘛，嘿啊，舞甲家己安尼。我想讲要去找他，摕石头来摕家己脚，对家己脚对无？所以这对我来讲，我是讲迄是有一定的对你的肌肉、对你的规身躯有一定的压力伫的。所以迄当阵安尼运动落来讲有瘦？当然是无啊。拜托啊，对无一礼拜就敢若录影迄一道对无？那有迄落对无？就是。迄一道春的你若是拢无运动，迄是无效的。但是迄当阵毋是节目阁有迄营养师来讲安怎食较健康。我本来想讲就是安尼规套的做落，应该是有足厉害安尼。营养师都叫你来煮啊。我拢食外口啊。对啦，较困难嘛。妈妈讲的，等下3节毋正惊去。所以这个节目是针对着演艺人员以外的人。有一个标准的，对，演艺人员这生活无正常嘛，有伫外口有便当通食就真好啊啦，真的啦，所以就变做是，咱比如讲便当啦吼，还有的时阵有汤啦吼，这个放饭的时阵佫送咖啡来，你若吼，照单专收，一个就大块啊。好，安尼讲到无瘦的部分。主持这么无瘦，但是阮说来这条都要问讲，你去主持广播金钟奖的时阵，你规个人规拢消风气呢？3节毋食惊，我阿妈讲3节毋食惊。这个应该是咧讲吼，就是其实吼，迄距离我正常的体重，我还有一段距离啦。是哦，只是讲比原本的大箍已经变较有较消风啊。然后过一个年佫转来，就是安尼啊。场人场嘛太搞做，这种原罪。所以迄当阵诶，消风是虾米款的原因？消风啊，压力啊是讲无，我会记你有一个典故，伊迄当阵有一个典故，讲伊要创啥，要瘦几公斤，因为伊就要安怎。我了解你咧讲啥，我已经甲你铺好啊，你会当开始啊。就是
因为我希望去音大家拢来注意到咱广播的金钟奖，对，因为一般大家可能较袂去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奖项，会去看的人嘛，拢是即个业界的人。对，我希望讲会当去引到更较侪人来注意到咱广播业界，即个盛事，所以我想讲，无安尼我找一个，我找的即个理由，就讲若是大家。因为我要主持嘛，若是大家同工要看到大人，敢有法度一个月3-7公斤，遐记者就真有兴趣嘛。你讲，你讲的我一个月3-7公斤，你即摆几公斤？我要摕迄个，摕钱来甲你称，摕钱甲你来落磅体重一个哦，你看要随磅一个无嘛？系啊，我就讲真诶，我讲的就是准算，一个月就3-7公斤，互恁看。对，家场卖手拔起来，卖摕便当来，对3-7公斤，就是安尼一种挑战啊，就嘛是算讲互家己一种压力安尼啦。迄当阵敢有做无快乐诶，因为无通食好食诶啊，还有压力啊，搁爱准备，搁爱创啥，人会笑气呢。快乐无快乐，甲迄敢无啥关系。真哦，食饭就是快乐，食饱就快乐啊！所以我一感觉人讲，食饱就欢喜就是控制体重，就爱食的物件袂当食啊。我感觉是你逐工的目标，你敢有法度去如期完成，较有关系。比如我这个工课啊，你希望你这个预计好，这个目的，到落尾啊有完成偌济，这对我来讲是造成快乐甲无快乐的原因啦。所以其实若真正有减落来，有达成你的目的，对你来讲，这就是快乐。你就快乐啊！过程当中遐的辛苦，拢拿像甜，拢拿像甜的，汗流落来拢是甜的。我想讲，奇怪，过程，逐工照镜拢拿像甜咧。你卖啊！搁要回去你啊！到时阵你的卖奖，你拢叫因啥物？你讲啥？你的卖奖啊？卖奖粉丝啊，譬如讲有的人会讲啥物米粉老师的粉丝叫米粉啊。我了解啊。对啊。我毋捌有甲因号啥物有诶无呢？无想过就对。系啊，毋敢伫伊诶面头前安尼甲因啥物用一个有诶无诶迄种片名。连粉对无？别人嘛无一定是要做连粉啊，对无？还有烧粉无？我拢叫因乌练诶安尼。乌练。对啦，对。但叫你卖奖我会听卖啦，我会听朋友其实拢是时代较济，所以我甲因讲话时阵是真有分寸的，真有赞的。安尼好，安尼想要问讲，就是除了迄当阵，就是爱减肥以外，敢有做啥物其他的功课？因为其实主持，因为就变成讲你所有节目拢爱有听过啊，对，还是各爱有了解啊。这就是可能即我做主持的原因啦。对，我对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长期以来拢有真有一个正去了解吼。我感觉讲广播业界是需要互台湾人即马大家去甲鼓励啦。因为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媒体，就嘛是咱台湾上大声的媒体啦。对，这个时阵大家听众朋友讲者，就是阮大恁兄，伊是第52届的金钟奖最佳流行音乐主持人。是。对吧？而且伊是头一个哦，是以全台语主持来得到这个奖的人。这个英国就应该就有这个先拜就是有入围啦。对，有入围，但是你对，你算头一个全台语安尼得奖。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个真大的影响，嘛是真大的鼓励，毋过嘛是一个压力，嘛是我家己一个真大的压力，就讲我咧主持的时阵，讲有倒一寡资讯是报对的，报毋对的，这拢爱去特别去注意。应该资讯也好，台语的正确性嘛好，其实这拢我应该主持遮尔久长的时间，不时拢会接到真侪台语老师的电话。系啊，讲共款呢，讲共款。大人，我甲你讲吼，你头拄迄句无变调吼。你拄则迄个歌无发出来，你的喙无合起来。对，是的。你迄念文音，你念做白音。所以非常感谢。随时拢有甲我即个指导。但我感觉老师是非常重要，假设你若是因无安尼甲你直甲咱定，其实咱讲间有一寡较迄幼路的所在，拢会无发现。对，互安尼就是听起来是做真侪功课。可能阮即世人学袂晓，无影你会当。哪会啦？恁即摆已经家己讲甲有够好诶。无18岁尔，佫想要佚佗啊。
果然是黑白边哦。你听黑白边，黑白边。你记拢黑白边。讲啥？讲啥？嗯，最近都这人相信呢。阿宽妹迄集了，大家拢讲哇，阿宽妹21岁尔，咱的音乐创作，甲伊访问的两个主持人18、9岁尔，就真哩厉害。欢喜一个哦！我你今日莫伤欢喜，你去问后一条。好，后一条就是要问最近入围的感想。对，大恁兄敢知影有倒一寡入围的感想？当然嘛知，你先讲，你先甲伊入围，啥物拢甲伊念出来，等下这一个甲伊问啦，好无？好，头一个就是咱最近迄第16届 FMA， 迄个啥？东南亚唯一的华人音乐评选，伊对这歹念吼，对啊，歹念吼。好，第一个就是年度10大单曲，对，是一个八音之歌，哦，这条做赞，这条做赞。对啊，这武雄老师的非常厉害的创作。对啊，而且就是伊是甲迄牵囡仔的手来行囡仔，来行代志的路。这条，等下咱再来问这条这，你紧甲迄入围物件拢。第二项就是年度10大专辑出一支喙，对。第三项就是年度大妖精，大妖精，哎，大妖精，大妖精。哦，妖精吼，对，是咧。过来就是最近的代志咯，最近的代志哦，烧烫烫的哦，真的烧糊啦，烧糊啦。第34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你莫紧张吼，你莫紧张吼，大恁遐无你家己看伊，无你家己看。我咧看字，我咧看字。你看字看你有念唔对无？无袂啦，拢念啊才好呀。所以要来问我的感想对啊。先看头前即个 FMA 加几条歌。对，其实出一支喙，即个专辑，我一开始要发行的时阵，该拢毋知啦，就是讲，应该是讲，这毋是伫我的计划当中会发生的代志，就讲因为计划毋是计划当中的代志，就讲差不多三当前的阮母啊身体健康的状况出一寡问题，也要开刀，所以我咧想讲，阮太太甲我鼓励讲，啊，你抢一个时间，咱即个做歌手做遮久的时间，你毋捌送过一条歌互你的妈妈，妈妈甲太太算讲是我，伫即世间上两个上爱听我唱歌两个查某人，就有一个阮妈妈，一个阮太太。但我想讲，毋捌送歌互因呢，对，嘿，又叫阮妈妈，对，吼，所以迄个时阵才想讲要来做一首歌。武雄老讲，啊，你既然要做一首歌，你不如做一块专辑。算讲对你家己的人生来嘛做一个交代，好好来写歌呢。所以迄个时阵开始想讲要来创作。啊，当然啦，内面有特别收一首八音之歌，迄是武雄老师的创作，所以我毋是全创作的专辑。但是这内面大部分的歌是我写的无毋对，但是我就特别甲武雄老师讲，我听到这首八音之歌，感觉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对啊，因为第一个就是我的工课，我的工作就是长期嘛是，算讲是咧传承台语文化。对台语文，咱毋敢讲传承了，但是有咧斗三工，有咧斗三工咧做推广。对，吼，所以我有讲，一般咱的流行歌曲内面拢无人咧教迄个声调甲韵母的即个物件。对，老师有法度用一段歌曲，遮尔短时间就甲韵母甲迄个变调声调的物件，就讲甲真清楚、真详细，就无简单呢。对啊，所以讲老师你即段歌一定要留互我来唱。对，吼，老师嘛讲好。吼，所以即首歌伊是对以后咱后代子孙来讲。是一个真大，对因伫学习母语有一个真大的帮助。可能要学台语，就爱先学这条歌。伊会当有一个概念面顶、观念面顶，真快速当吸收的方式，比你去看真济迄个文章，滚，对啊，用唱的嘛较紧啊。因可能想讲不半讲，为什么要学这？对，但是用。一首歌就甲你讲，伊是我的一生，毋是伊是我的医生。用一句话就知影讲，为什么变调遮尔重要？你连写歌的时阵，就会变甲足明显。对，而且恁 MV 的部分，佫有找就是现场囡仔来对咧唱。对，囡仔来现场是毋是有做者状况的？即届是非常的感谢咱即个吼，就是咱即个牵囡仔的手吼，行台语的路，即亲子的即共学团，因来斗三工，
因为我的太太嘛是有带囡仔去参悟啊，迄天算讲是遐拢是我囡仔因平常时佚佗伴就对啊。哦，所以对你嘛做熟悉，对，嘛有熟悉，对。若无话囡仔看到车份人，惊敢毋敢讲话呢？因为拄啊好，就是因出去佚佗拢是完全用台语咧沟通吼，所以尤其是我大汉后生，伊用即首歌曲吼，后来发行了咧，伊各伫学校内面，因为即马拢有迄个本土语言课程，伊就摕即首八音之歌去台顶吼，就是上台去教迄个所有的同学，伊就变做台语的小老师。哇！对伊来讲，伊嘛就有成就感的。对啊，对，啊，就差不多开1个月时间，甲即个歌甲教完，一个月一句吼来教讲即句是啥物意思？哦，厉害！风吹是两只风吹。风吹是阵阵风咧吹，风吹是风咧吹，风吹是风吹互风吹。吼，这个物件其实就是变调之间的迄个变化。听种朋友，你若感觉讲用安尼听阮安尼讲真困难，伫咧 YouTube 顶款拍听歌就对啦，音之歌，你甲拍落去，你就会当听即条哦。内底囡仔合唱足高水，对啊，7声8调。安尼听起来当请恁囝来做一集吧。哦，阮囝超年代上高精，超年代跟台语上高精。对啊，所以其实我的感想就是感谢评审有听到这个阮的用心，就讲对台语文的推广。其实咱这讲正一个伊嘛已经下过一个学界这个部分啦，或者讲文化性的部分，比如讲我其中有一首歌是来小波，是我长期拢有在关心着咱这个念歌甲小波歌，尤其是后来我伫咧北南迄边吼，拢有咧做这个小波歌推电影调查甲推广。我真欢喜的，当将我家己专辑内面的一个空间，提出来做一个做意义的代志安尼。哦，安尼想要问讲，就是有人讲，就是像即摆咱开始豆拢伫用咱台文字正字来做歌词。有的人讲看到台文字会惊，因为伊无学过。你听到你有啥物感觉？你讲台文字毋捌学过，其实你若是学，我是讲若是。伊是白话字啦，伊是罗马字，可能你就要先甲即个英语吼，迄个物件单调，就是就要先单调，你才有法度去学即个物件吼。但伊是无共款的系统，吼啊。毋过我感觉就是其实无论讲是白话字也好，或者是即个汉字也好，吼，其实伊拢是要帮助咱用。讲的时阵，会当去搭配着迄个文字，会当互咱咧讲的时阵，会当讲较顺。迄是一个系统，即係講以後咱攏無一個依據，攏無一個會當去做標準的。一個啥物字以前的迄個，尤其咱做台語音樂台的 DJ 吼，看到迄個歌詞的時陣，想講這是啥？對啊，這個字敢是安尼寫，伊音就寫出來吼，公蝦毀就蝦子的蝦，毀掉的毀，吼公蝦毀啊，公是恭喜的公，公蝦毀，對。迄就毋對，迄就完全都毋對啊！因為迄個講是的講是姜，蝦子的蝦是蝦啊，灰是灰，灰別的灰，對吧？講蝦灰，講蝦啊灰，姜蝦啊灰，姜蝦啊灰，安尼真奇怪。所以咱原來是要有一個系統會當來去，所以我感覺這是一個真重要。迄是家己的迄個思考的方式去固定落來，每一個語言伊攏有一個固定的即個思考的方式甲伊的邏輯佇的，為什麼台語無？咱台語即馬甲建立起來的時陣，你毋通摕英語的、摕別個國家其他的即個語言的物件摕來鬥，迄都毋對。所以我感覺這是一個重新的開始啊。安尼當初是你家己開始你學台語的時陣，你有啥物撇步會當提供互大家？因為吼，我服務的即個電台咧推廣即個台語是。足早以前就開始咧推廣啦，差不多20幾年前就開始咧推廣。我未出世，有可能哦，有可能哦。阮今嘛才18歲呢。對啊，有可能哦。喂，因為有一位陳憲國老師，就是我的台語老師。哦。台灣早期咧做迄個台語文的即個詞典甲字典，攏是伊去編的。對。所以伊的即個輩分真懸。
毋过伊是一个非常伊诶想法，甲各方面拢是非常开阔甲包容诶。伊袂去甲你气嫌讲啊，你即马讲话会腔毋对，倒位毋对，所以伊拢用足正面甲我鼓励。就是讲我台语讲了，拄开始诶时阵讲话拢调调，伊拢毋捌甲我嫌过呢。伊拢甲我鼓励讲，哇，你讲了诚好吼，啊，毋过倒位当个调整一下呢。所以伊是我诶文书啊。对，其实讲即马少年人因普遍拢会讲因歹势讲台语的时候，因敢讲出来去用笑，去用纠正。但是我真正就讲啊，像我伫咧台湾袂讲英语，因为我感觉英语讲了足老诶，但是我去国外。还是创啥我都会开始讲，因为因会讲哦，别啊，你讲做厉害，但是因会讲哦，你一个外国人，你会晓讲遮。其实讲这敢讲敢开喙，拢是足好诶。千万毋通因为讲就是你家己感觉你讲甲无好，创啥啊无爱开喙，你无爱开喙，加讲啊，就无迄个练习的机会，你要进步就更较困难。对啊，所以阮电台算讲是真早就开始咧推展这台语的这个部分，后来我是一路看到这台语咧推展的变化，就讲。最开始的时阵，咱敢若就是就国教的安尼，拢无人来斗帮忙，然后变做是全台湾各地开始世界咧开花啊。对。然后无论讲北部、中部、南部，大家有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咱同齐甲台文甲推展起来。哦。啊，然后佫看到教育部，咱开始甲即个本土语言的课程，啊，佫有各方面拢。愈来愈系统化，那所以这是一种感动，你知道无？对，其实敢若10几年的时间哦，变化真大。对，以前拢无力量哦。以前咧讲这时阵，敢若毋是有真侪人咧注意。对，只有学界这台文老师咧注意，但是一般的民众较袂去注意。即马是变做是所有民众民间的团体嘛真侪。对，大家咧同齐咧，你看即马的这个共学团，对，这几年愈来愈侪呢。对。对无，所以我感觉这是文化甲语言一个真大的进步，伫这10冬的时间。足感动安尼，安尼敢要搁继续问落。都能加油啊！最后是安尼，讲一个较有深度的用好，无要紧，咱来问一个，就是较轻松的。先祝福迄6月21日先聽到好消息。6月21日，迄剛剛要創啊 ？FMA 要頒獎，對，厲害你！你敢會背？你敢是伫台灣是伫？剛才背過，剛才背過，免，就是伊的獎品會寄過來。6月21吼。對。啊，7月初1的時陣嘛，希望會當聽到好消息啦呢。其實即馬我就感覺已經聽到好消息，有入圍就足快樂啊！你嘛，對無？對。得獎這件代志，吼，這是愛靠運氣的。但是入圍這件代志，入圍就是肯定的，靠實力的。對哦。就敢若工會每一每把頒獎互幾落間的，迄專業的公司啊，講優秀人員，吼有入圍的就代表講啊，咱即馬吼就開始即個咧號着你的名，就代表你要上台嘛，吼，就代表講啊，今年你算講是即個表現袂歹安尼，這實力。啊，毋過最後咧啊，咱要來即個抽獎啊，頒一個獎金的。啊，所有名攏彈入邊開始伫遐，伫遐個有無？啊，到路尾啊落出來，啥物人的名，迄就算運氣啊。哦，對啦，你講這已經無標準啦，就每一個人的歌路無共，歌風嘛無共，而且攏差大尾呢。運動祝福，感謝。好，安尼後一集咱空中再相會。後一集，那就緊啊哈。開講的時間總是較緊，安尼上尾要來問一個真重要，就是你去大港開唱了，真濟人迄個影片。不都很新，不都很新嘛。想要問講，過來講有想要開演唱會哦，專場演唱會哦。恁幫我讚聲，恁幫我伫咧空中邀請所有的朋友，幫我來迄個空中玩一個，千萬連數一個，連數，要去到連數，你要開一個連數的，來公道一個，啊開一個公道表，開一個公道的迄表單，阮去甲你寫。啊人若有夠濟，當然我就開啊，對無？我咧驚講先開細場的啊。
啊，无先开市场的啊 ，live house 迄种的20个迄种的，100个啦。啊，你办公室先来唱一我等下出去就当先唱，你即马就会使唱，你知？无啦，我讲正实的，就那真正吼，大家有即个意愿听，我当然唱啊。但是阮讲正实的，阮是一个歌唱的节目，来阮节目爱唱歌，你敢知？哦，唱歌哦，唱歌哦，爱歌爱歌，一歌20歌，敢是即条？你要你唱歌，我就唱歌互你听。我来唱一段呢。好啊，你要唱啥？你要听什么？非伫这是你的板块，你要唱几秒拢会使。但是你确定55分你有？我伫咧帮你注意。有啊，我有你看。还是你要休一下？我先来去测音乐。好啦，你先去测，我看你要袂赴啊。好，咱要唱歌。听到没？我开直播倒来啊。好，安尼我决定我要指定，我要先指定唱一个入围即个八音之歌。八音之歌是安尼啦，大家拢了解。对。即个七声八调，以前较早咱拢是用迄个叫做西河八比九九唱乐，这八个动物。对。或者是讲人会片直三地裤胯。武雄老师伊认为讲，为什么咱咧介绍台语的即个声调的时阵，毋是用精细，拢是用较负面的即个词咧，吼，嘿，所以伊感觉讲，伊要用即个叫做八字伊写出来对，叫做歌好意快，因为是写词的人，词水字活，所以即个，互伊这八字过，即个踏起来，你就感觉讲，规个牙气拢走出来，所以声调其实会当最优美的。为什么要学声调？迄是希望讲咱毋通去有颠倒音就对啦吼。即个歌词其实我有记啦，你毋免来听我嘛，因为经济人嘛。伊为着等下会当有摕到经济部。对，若唱毋对，咱今仔日就免钱啊。安尼歌词先摕起。伊是安尼啦吼。我要来唱一首台语歌，讲八音的学问是有够大，歌词甲旋律若斗无捌，听起来就会叮当。伊是我的一生，毋是伊是我的医生。哈，一旦若唱对颠倒音，意思就会走精。流鞭求起地，啊抱他进入时，英文语出戏，咱来学台语。恁敢知影迄个流鞭求起地即个进前咧学台语，我捌听过。因为恁学的应该拢是以即个即马台语为主嘛。对，系啊，无就是白话字上这个白话字。但是成五音恁敢捌听过即个物件？有听过，老师有唱过。对，流鞭求起地就是迄。这物件就爱小讲一下吼，因为这是以前较早。在咱台湾，若是阿未有即个系统，或者讲是即个马街迄个系统，马街朴素迄个系统，算讲是白话字的迄个早期的罗马字的即个部分吼，迄是一个咱以前的台湾人，你要去读迄个 ABC 无简单，所以咧，悠原是以迄个汉字为主的迄个时代，吼啊就所有一位老师伊编写出一本迄个叫《雷音宝鉴》，吼啊，然后咧，即个15音就15音啊，15音就对啊啦吼。伊主要就是咧讲即个文武的即个部分，吼，即个溜边球，我其实 KK 音标大家拢学过嘛，溜 L 边 B， 我都在讲波球 G 啊 G 哦 G 啊 G 个 Key 是 K 嘛，D 是 D 嘛，对。P 是 P 嘛，但是别用欧边一点变出啊，就是用这个物件，伊用汉字斗汉字，然后去斗出另外一个音，这是较早的系统。啊，毋过即马咱已经有即个英文来帮助的时阵，咱就选择用真紧，大家当去理解即个方式。所以每一个时代拢有为着台语文咧拍拼的人，真诶，所以真无简单呐。
真的，就刚才唱一条尔，阮的阿不都很信的。你嘛咧奇怪咧，你嘛无讲要唱2条，你即马雄雄突然之间，无我雄雄突然之间讲，我一定爱唱一条。台是要听到一条歌。我有讲啊，一定爱唱一条8音之歌啊，但是够吉他啊，是安尼啊，对啊。好啊。你要唱迄个倒一段吼？你爱听倒一段？拢全部拢爱听。我要来唱一首阿不多很新，一直拢以这首歌为主啊！我来迄是吼，这首歌曲吼，你创作的过程嘛真趣味，伊是甲这个日语其实甲台语这中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是这个文化有甲这日本的日语有做连结的。譬如讲咱讲迄苏里巴嘛，苏里巴，吼，这个或者是讲这个垃圾哦，马古尼啊，汤。浪吧，卡电，这日语这部卡电是卡顿，英语跟日语，咱讲外来语就是安尼咯。以前我讲，为啥卡电那个有迄一寡少年朋友毋知讲啊是脚垫吗？卡电啊，打起来加20公分喎，到2楼，结果毋是啦，迄窗帘啦。对，安尼，所以我写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真侪，比如讲迄个日语甲台语真参像的所在，我就甲摕落来。比如讲有一句话叫做成功就对涂骹路，对，就迄唱起来就敢若日语成功就对涂骹路。好，安尼我开始唱吼。好，卡莫咩飞天顶，日头走去对，咱是专工来接救世。现主时的大厅，像火车拢过，若要挽救的趁一工，为了地球的美丽，咱成做但分数也分过。咱无听落失败，心肝就爱超好势，无路用的规世界，甲清清泪，有啥物问题？皆さん、行くぞ！変身はやぶど、変身はやぶど。现在世界需要咱来保护阿达里的希罗，変身はやぶど，変身はやぶど。唔通认输，摕出神秘的解释，现身我压倒，就是安尼。这中有一句叫做“クズクズ生存に選択しなさい”。是啊，咱外口个要甲咱骂。这个意思就讲咧，唔通伫遐拖拖刷刷，赶紧去甲衫甲洗起来，赶紧去洗衫。这个意思就讲要拯救地球进前咧，先甲厝内面的环境甲变色甲清清气气。真的哦，太厉害了，有够爽诶！听到现场的版本甲唱片完全同款啊！真正是花手啊！就是咱两个，我无法度酒店咧，我可能等下声音就开起。我可能会被变只狗啊！哦，今日说来是上重要，工商服务时间。他都毋是已经工商服务给？工商服务了，好啊，2条歌，这个有工商服务啊。有啊，你过来讲有啥物活动？会当甲大家讲者啊。即嘛就是，你可能较紧的，无等下拖做第3集吧。无啦，讲最近的活动哦，一路即嘛等到6月就是准备要去这个7月，6月是迄个头拄咱讲的 FMA 嘛，啊，毋过迄我无法度去啦，嘿，但是我的心会飞去甲因同齐啊，刷定。遮官方的，7月1号的时阵就是金曲奖，这是上大的这个代志吼。啊，过来8月的时阵吼，嘿，阮囝要休热，嘿，我陪出去佚佗。无啦，到目前为止应该拢是差不多，就是金曲奖是上大的嘿。其他就是你的主持啥物，伫你的颁奖啊，其实都会当看到遐资讯，对无？对啊。因为雄突然之间撞出来一寡代志，我嘛是刷来才知影。好，我给你请大家伫咧 FB 面册敲锤邵大伦，小大伦，你嘛小大伦，少仔大伦来就歹听哈，小大伦。对，
敲出伊的卖种也得当看到伊上新的资讯甲上新的活动。安尼嘛是爱搁讲一遍，就是每礼拜日中昼12点半，咱的食老葡萄豆这节目嘛是爱甲继续看落去。是，嘿，头家你有听到啊？阮规集拢有即个连贯。有头有尾，有头有尾，有头有尾。另外，你最后拢甲伊介绍，阮食老葡萄豆。你即摆是咧讲？我哪个这个名毙掉？好，安尼咱继续。对，啊，工商服务既然你自头到尾拢工商服务，我工商服务一个吼，我的面册刷来会放上一个真好的消息。因为我即届专辑咧是非常幼稚来去做制作，无讲是包装的设计，来讲伊的品质的这个概念，内面所有的物件一比一中，拢是完全无偷工减料。我啦，我这就是你若买着你真正吼，因为即张我真正是制作无讲数量无讲介济，就干那一批尔。吼啊，即马就是我刷来有一寡迄个，希望咱所有朋友若是想要收藏一个 CD 吼，会当来购买我的专辑。啊，我嘛是伫咧我的即个面册面顶有详细的即个订购的资讯。啊，我即届即个包装的设计是邀请到知名的设计师廖小囝廖小子，嘿，啊呀，这你听起来都厉害。咱冇甲伊合作过啊，对，所以听起来都厉害。先听到名，感觉我想讲你顶头顶啊呢？是真正就了解嘛？听起来就厉害，听起来就厉害。好，所以邀请大家吼进来我的这个粉丝团来按赞者，感谢大家努力。好，来，安尼要收尾啊，来收尾。后一集咱后一集空中无再会。好，来，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耶。